安尼刷落来呢，刷来这组呢是一个组合，两个人的组合。啊，入面出来会足闹热了，大家爱记得互伊扑下声，因为一个足高水的囡仔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尼刷落来呢，咱就来欢迎咱的詹奕玲甲宝妹。欢迎，哦，拍声拍声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哎，你有开无？啊，你无开啊，歹势。再来一届。这位是阮阿母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詹奕玲。我叫做陈宣彤，陈是陈宣彤的陈，宣是陈宣彤的宣。啊，恁大家要看卖我的洞是倒一个洞。真好，甲家己拍破一个。我甲阮阿母是特别为新北市1号来到新台看歌听小的比赛，这已经是阮第3届来看比赛啊。因为我嘛爱学要安怎演讲，未来我嘛会徛在即个舞台顶演讲，互大家听。恁讲好无？好哦。安尼阁等我10年就好啊。所以，即个比赛啊办互伊久长，恁讲对毋对？